嗱，如果你買 up to 100萬咧，你就可以收到 up to 13萬嘅 rebate。咁呢個 rebate 咧就一路去到150萬咧，就慢慢會減少噶啦。咁就可能係零啦，可能剩翻個24,000蚊。可能成份不嬲都有24,000。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咁咧，如果而家咧買手頭上，即係如果樓花嘅話咧，可能會係講緊4年後收樓啊嘛。係。咁佢呢個 program 都係刺激樓花去多啲 sell 樓花呢樣嘢。即係而家我入到去買攞到最大利益咧，就係買100萬嘅單位。100萬係最大利益。咁我就有13% 嘅 rebate 啦。冇錯啦。嗱，超過100萬都 OK 嘅，超過100萬你都起碼攞10幾萬啦，即係可能未攞足晒。咁但係如果你計翻條數嚟講，而家好多我知道而家好多pre-construction 佢價錢已經落咗好多啦。加埋呢一個 rebate 就好多樓變相中可能係真係變咗 under 100萬。